讲到消防警官是真辛苦，唔若要救灾、抓抓、拍火等等，拢需要因来做，是需要24点钟来提名的。就这环境安全系教授做一份调查，发现讲有超过50%的消防警官拢有困眠的问题，其中有2成因为这困眠品质不好，伫咧救灾现场精神也不好，连带影响到救灾效率。 这月份，新北市新店广兴桥水系发生堵水的意外，造成2个去救人的消防人员不幸殉职，这也引起社会对消防人员工作权益的重视。42岁的消防员周仲嘉指出，这份工作唔但危险，阁无健康，上班时间需要24点钟伫咧消防队台面，这着火警堵水就要随时出勤，常常困无饱眠，有当时一天才来困3点钟。因为我们的勤务大部分是救护勤务，还有不定时的 火灾勤务，所以你可能就是在睡眠可能就2小时、3小时的状况下去做这个勤务，所以基本上是非常剥夺你的睡眠和精神。 消防员表示，因为因排班的制度较特别，是做2天休2天的形式，值班48点钟内困眠就无正常。台湾职业卫生学会委托学者针对500几个消防员做调查，发现有34.9%的人认为一场压力真大，73%的消防员感觉家己的困眠品质无好，有19%的人因为伤忝，感觉动作变慢，影响到救灾的效率。他还有 现场他需要做一些决策压力啊，那这都会造成他们一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。那一旦事故的产生之后，我们 国家大概在大的事故都难免会有一些消防人员的殉职。在一个职场环境里面，如果他们有一个同侪或者是长官的支持文化，对于同仁的一个压力管理跟调节是有帮助的。医生强调，若是制度无改善，长期落来会害消防员的健康出问题。台湾职业卫生学会建议消防单位会当参考国外的做法，定期替消防员安排放松的训练，并且建立心理支持系统，让消防员通休喘。记者李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